好，来继续来看新竹市第45万名的新生儿出世了，伊叫做小冰冰。市长林碧坚亲身甲一台新车驶到因兜的门卡口送互因，另外阁有送肉珠啊啦、送牛奶罐啊等等的礼物。而且这小冰冰阁有一项上界特殊、上界好康的优待，就是伊会当免费食贡丸，食到45岁。 出发！新竹市长林碧坚亲自开车对幸福广场出发，唔那是要甲幸福送互市民，还阁送伊一台车，真正是幸福阁幸运。小冰冰面红红，日头赤爷爷伊嘛是困了真好。这是新竹市第45万位的新生啊，而且一出世就摕到新竹市政府送的全新的轿车一台，还阁有在地名产贡丸，免费食到45岁。端午节连假过完，礼拜一去报户口，然后就有了。手提幸运的号码牌，拢唔敢单调。市长林碧坚一礼拜进前就入面册顶悬预告，讲会送汽车大礼，予第45万位市民。新竹市人口逐年努力增加，全国排第5，嘛祝福新生啊平安大汉。我们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哦，新校园运动投入超过42亿的经费，在做这样的一个建设。一家伙啊，甲新车讲完，还有热布、牛奶罐啊，全部拢炸转去。看到遐尼济礼物，一直讲要连生6胎。